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国会提交开议众议院尚无要表决25条和中国相关的法案，其中包括为经济角度阻挡中国和台湾起冲突。另外，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太平洋有2只德国的军舰9月中会经过台湾海峡，这是22年来德国的军舰头一届通过台海。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在太平洋海峡执行巡航任务的2只德国军舰，要在9月中通过台湾海峡，正做22年来第一摆穿过台海的德军军舰。德方透露，航程未特别诋毁中国，来维护国际海峡的通航自由。The first type of frigate that gets out of the harbour and then doesn't get back into the main harbour for 2 years. 另外一只军舰是7月8参加环太军演的巴登福腾保护顺风舰，迄时阵开放台湾媒体去舰顶摄影，各讲到伊强大续航力。另外一边，美国国会伫初9复会众议的中国州，按算密集讨论甲表决至少25条甲中国直接或直接间接有关系法案。 为美中关系国战面的着手，拢甲国家安全有关系，包含为经济角度协助北京反台湾冲突协助法案，或者牵涉空主航线中共无人机、有妨改选甲经济间谍者内容，要并伫年底进行提交白宫签署，来授权下一任总统对北京采取更较强的行动。 众议院一开场就谈这么多中国的议题，除了本来的路线以外，还有美国总统大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国会来把中国议题炒热一方面可以凸显出2党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可以为10号的2位候选人的辩论来铺陈。学者指出，在1月美国总统大选接近，共和民主2党各积极拍出抗中牌来增加胜选率。 咱的国安局长蔡明安最近去南美洲友邦巴拉圭参加台湾南美情报首长联席会议，讨论境外势力渗透情形，甲在地协力者的威胁样态。蔡明安也拜会法国总统贝尼亚，佮宣告总统热情调配。贝尼亚也佮表示台巴友好的邦谊。记者综合报道。